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8节到19节。以赛亚书第30章19节到26节。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愿望。愿望会通讲是每一个人的期待，除非有一寡人拄着一寡困境，伊家己无法度来消透，而且也找无到任何的援助。伫这2年的中间，社会新闻时常看到一退楼的代志、自杀的事件发生。伫昨下晡，伫主持教会兄弟的安葬礼拜的时阵，伫这个北新庄遐，这个礼仪公司的这个同工接到一通电话，有关有一个跳楼事件的这个礼仪工作。可见伫社会上无有愿望的人，阁是相当的多。咱应该讲，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在追求，或者是讲咧听候愿望。但是有的人无法度得到解脱，得到合理的解释，所以因就伫这中间感觉到失望。另一个角度来讲，追求愿望的人，大多数是因为伫生活顶悬有某一个程度的困境，因陷入伫迄个中间，因此因真愿望生命会通得到改变。但是到底咱的愿望是啥物？也就是讲，咱是毋是找到正确的愿望？受领以色列人，当然因伫绝望的中间，也因为安尼，因就愿望着上帝的赏赐、怜悯甲救恩来互因。以赛亚先知嘛安尼讲：我的上帝讲，恁着安慰我的子民，着安慰因，爱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，甲因讲。因的苦难已经有够啊，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啊。我上主已经彻底处罚因的罪。讲到这，先知的话是安慰，但是听袂到，也看袂到愿望。到底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要传达什么款的意思呢？以赛亚先知所要传达的，毋是伊家己的话语，毋是要来高举伊家己，是要来高举迄个将来要来的救恩。伊讲有一个声音喊讲，就爱伫爬远的荒野，为着上主准备道路。就爱伫沙漠为着阮的上帝开大路，每一个山谷拢要吞平，大山大细的山岭拢要削平，悬低无平的地要甲土互平，崎嶠的地面要成做平原。迄个时阵，上主的荣耀要显示出来，全人类拢要看见上主安尼宣布啊！有一个声音讲：去报消息。我问：要报什么消息？要宣布，人亲像草仔一样，因的水亲像野地的花。上主吹起一阵风，草就枯干，花就凋谢。人甲花草无有两样，草会凋谢，花
火嘛会凋谢，但是阮的上帝话却永远袂改变。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，伊的应允必然实践。但是人，以色列人，基督徒必须爱准备主的道路，互心灵的耙远，为着主大开道路，互崎徛的山岭拢无搁再悬架不平。互咱的心灵准备在前主所赏赐救恩的种子。明仔载是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，这个主题是准备甲信心。前礼拜主日是第1个大港节的主日，主题是期待甲盼望。也就是讲，既然咱正做一个有盼望的，咱就必须爱先来准备咱家己，来领受上帝要互咱的救恩。进入大港节的节期，是毋是你已经准备好啊？因为主借着先知以赛亚安尼讲。耶路撒冷啊，着爱爬起哩高山，报好消息。锡安啊，着爱大声欢呼，报好消息。爱大声欢呼，毋通惊吓。爱甲犹大的大细乡镇讲，恁的上帝就要来啊！至高的上主要带着权柄来临，伊用权能治理天下，伊要奖赏因，伊要拯救因，伊要亲像顾羊的照顾羊群，因自接细只羊啊，将因抱伫怀里。因着爱主爱来带领因的羊母，无论咱是传福音的，还是遐细只羊群，咱基督徒必须爱准备好咱家己，互主所用，或者是领受救恩，进入着主慈爱的怀抱。洗礼约翰伫当初时受到欢迎，并且也受到犹太教真基本的尊敬，上至少毋敢对伊伤过无礼貌。但是伊却从来袂捌，因为安尼就看家己伤过悬，伊反倒转承认家己的卑微。并且邀请以色列人着爱悔改、爱听候、爱准备迎接伫伊后面要来迄个盼望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圣经记载讲，约翰因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“我就是伫旷野欢呼的声。”为着主修直伊要行的道路，伫面对法利赛人的质问的时阵，约翰又搁回答讲：“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但是有一位踮伫恁中间的，是恁所毋捌的。伊伫我以后来，我就是替伊烫鞋仔也不配。”看起来犹太人以及法利赛人犹原无有准备好，因犹原处伫即个无有盼望的中间，或者是讲因会讲阮伫期待将来的弥赛亚，但是事实上因就是无有盼望，对伫盼望也是拒绝的。
有责的人当然就无有愿望啊，就亲像咱之前所讲，救恩福音就亲像是礼物共款，接受的人才会通拥有。拒绝的人就甲救恩拢无关系啊，无有愿望。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8节到第19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公正的判断赐予阮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，愿小山予因享受繁荣。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来伸冤，伊会解救散赤的人，会拍碎压迫的。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入土地。坐伫伊座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，甲月平久，享受大和平。至高的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基伊的事，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。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上帝，正着安尼，互阮有愿望，也互阮会通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得救，互阮脱离凶恶。求主帮助阮继续伫你的光明下来跟对你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